风台可能拜三登陆，雨若伤大，会出现新的东山湖。水尾庄仔头已经有准备，随时会当甲民众疏开。一只蒙古的粉船驶去苗栗外海海底电缆区，将会破坏咱的电缆，海巡署拢有监控，早暗已经驶走。第14届电动马拉松今仔日起过，其中一个人走的煞相当稳落，无喘气无心跳，加在落尾手救回来。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初9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咱先赶紧来关心有关风台的消息。风台风持续扫对菲律宾遐去，估计下暝就会登陆吕宋岛。接落来就会挖进咱台湾。气象署预测，这个风台有可能拜三会登陆台湾，到时强度会较减弱。不过明仔载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的影响，规个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可能会落大水雨，提醒乡亲都要特别注意。错落雨水溢出河道，风台接近，风大雨也大。菲律宾东部甲北部地区用超过10人疏散，民间团体也来协助。风台汉算伫拜一暗时，用中度风台上限强度登陆菲律宾，然后结果会被破坏。后续爆发朝向台湾接近的时阵，会一直减弱。在周2会开始北转，朝着台湾海峡方向前进。那到周3跟周4就会进入到台湾海峡，然后之后再通过台湾地区。它在北上的过程到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强度上面是有机会在持续的减弱。风台汉算伫拜二进入南海，拜一开始爆发，朝向台湾海峡行。气象署按照拜二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一直到拜二，受东北季风甲风台外围环流相当影响，落雨范围会为大台北以东延伸到过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拜32风台搁较接近，重新登陆。落雨这区伫华东甲中南部13开始，可能已经减弱成做热带性低欠，雨区伫中部以北强度明显转好，可能会沿着这个我们就是大概是在这个彰化，就是云林以北这边海岸这边往北走往北走。那当然这个过程其实它的这个减弱的速度其实可能也是会蛮快的。气象专家指出，目前估算拜三开始，风台暴风圈会卡到台湾陆地。不过，风台减弱，环流缩小，影响附近还有变数。根据气象署官方网站显示，未来120点钟内，估算台湾本岛的暴风圈侵袭率，台南甲嘉义上悬超过8成。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副总统萧美琴去欧洲议会演讲，今仔日转来，伫咧桃园机场发表演说的时阵，特别强调讲，伫咧无稳定的局势，咱台湾是值得信任的同伴。有学者就分析，这几年欧洲甲中国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咱台湾颠倒会当趁这个势来拼外交。出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布鲁塞尔年会，副总统萧美琴初9转来到国内，这届真快速去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唔但甲各国议员讲完心得，甲外国全场做伙翕相，交流的气氛真热络。萧美琴讲，台湾是世界动乱的时阵，值得挖苦的优质。台湾人民跟世界公民一样，都该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更因为有全体国人的努力与坚持。让我们在不曾停止的艰困与挑战当中，也要一步一步开创我们的道路。萧美琴去欧洲创下咱国副元首访问非邦国的新纪录。伫到机场的时阵，先由比利时众议院外委会主委范浩湖接机，搁由 IPAC 2个共同主席伫欧洲议会外迎接，做伙进入欧洲议会大楼进行演讲，凸显台欧的关系进入新阶段。总统赖清德嘛伫面册答问，感谢 IPAC 邀请咱国副总统向世界展现台湾坚定的价值甲信念。我们要出发了。蔡英文7月暗时启程去德国，应邀出席柏林自由会议，一定初10会发表专题演讲。伊搁伫面册答问讲，外交是一棒刷一棒，无停歇的工作。学者分析，因为俄乌战争甲中国商品大量销去欧洲这个因素，互欧洲甲中国的关系变较紧张，颠倒变作台湾去欧洲的机会。
当他们对中国不再有幻想的时候，那当然他们会用非常实际的方式来处理跟中国的关系。那这些东西都是开启了我们跟欧洲关系的一个机会了。中国什么都不开心，那只有让他继续不开心下去吧。萧美琴亲身去 IPAC 演讲，中国驻欧盟大使团是不晚，还有网友讲是台湾关80亿欧元交换演讲。总统府回回讲内容恶意假造，不是事实，已经通知检警单位依法调查处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今仔日中昼伫咧高雄外海有一只坦上年矮的货船，因为规个船掂起无法度驶，所以请咱斗3工。咱的空勤总队是随去救人，甲船顶6个印尼籍的船员拢甲救起来。空勤人员甲这6个船员接起来直升机，下晡2点半的时阵送转高雄。这只货船中昼伫咧高雄西南边53海里的所在全咧掂起，因为拄好伫咧风台的路线行去扫着，所以因决定赶紧讨救兵。目前这6个船员是拢平安，嘛已经交予航警甲外事人员来处理。现在有一只无国籍的货船是踮伫台湾外海1个月的时间，不过最近开始上北去到苗栗外海的海底电缆区，因为惊会破坏咱的电缆，众人是拢真关注。现在海巡署是强调讲，拢有专停伫咧监控，初八暗的时阵，这只船啊已经驶走啊。今年2月，中国快议轮丰泰500高档台平3号海底电缆，中国籍船长扣人判3年，嘛互人当作是对方伫无明好的所在侵扰手段。即阵啊，面册军事专业以台湾周边安全通报警示，有一只蒙古籍货轮已经伫台湾外海停留1个月以上，设备好亲像已经补给好啊，沿台湾西岸上北，目前已经到苗栗外海，提醒海南区域戒备。蒙古籍阿轮航经我国周边海域时，海巡署均全程监控轮船动态。在昨天晚间8点41分，阿轮已航出我国临街区外，并持续向外航离。海巡署讲，已经有甲友军运用联合情感侦手段严密监控，有各样就会随调派舰艇查处。不过，这只货轮伫台湾外海已经停留1个月过，时间无算短。专家提醒，爱分阶段检视，会当降低各单位应处能量，提高防护作为。就是在黑名单 AIS 有没有启动？是不是在高敏感海域？不在高敏感海域，是不是长期留置？行进的轨迹资料是不是属于不规则的行进轨迹资料？那这些呢，都可以分阶段的去订定我们的不同的应处的一些行政的规则。另外，中国央视新闻初九发布影片讲，中国会当透过国际刑警组织等，对民进党立委沈碧荣展开全球逮捕加跨境司法合作。沈碧荣是强硬回应，警告央视了认真做你们的内宣就可以了。台湾跟中国是一边一国，台湾跟中国两边就是互不隶属，不要妄想用罗织罪迷的方式把你们的手伸到我们台湾来。刘伟辉嘛表示，影片的内容是想要把恐吓对象扩大到一般的台湾民众，必须个人自我审查，让人唔敢加讲话，这个做法真恶质。刘伟辉是以正直的口气谴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这几年，国军人力欠缺的问题，众人拢真关注。立法院的资料显示，过去这4年，志愿役的阿兵哥感官赔钱嘛要提早退伍的有12000人，差不多4个人内底就有1个人。国防部回应讲，已经有调整待遇，增加因留落来意愿。嘛有退役的军官讲，这有可能甲退伍制度持续变动有关系。空军官校体现音乐才华，国军嘉年华唔那互全国国防向伊卡定紧，特别吸收新人做兵。毋过立法院有三中心报告，过去4年无服完役期提早退伍的志愿役士兵有12000多人，差不多是同期少的人数的1/4，应该赔偿金额8.9亿。今年4月份起，分别调整自愿役加级等5项薪资待遇。迄今整体编线比为79.2%。国防部回应，今年开始执行行政法管理甲开源节流等做法，要调整待遇来增加留下意愿。退伍军官就有评分析，威胁一名志愿役士兵内底多一个人赔钱走人，志愿役提早退伍问题由原的恶化，除了无适合的问题，也可能甲退伍制度一直在变动关系。招生简章里面的说明就已经定下了所谓的这个退伍的规划，但是后来如果政府按照当初的一些契约规范里面做了
后续的调整。那事实上会产生这个现役人员的疑虑。由于军人年金，即马规定爱等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达到正负5%，才能启动退休金甲非常年金调整。国民党立委齐卡心又好提案修法，爱改做累计成长率达正3%就调整。就民建议爱考虑政府长期财政制定延长过的法案，唔通互政策一直改，冲击军人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个意外的消息。今仔日有游客伫咧花莲的唱片磅坑附近咧吊索啊抗石壁，其中有一个人去有硬架去，另外4个人是吊伫咧磅坑下底海沙坡啊。经消息赶紧去救人，有救到4个人，另外1个人不幸死亡。警消接到通知，有一个62岁姓张的查某人，那像是因为海水涨悬去有硬架去，空勤直升机去救人，该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抢救，也是不幸死亡。然后另外做伙去的这4个人是掉伫咧磅坑下底50公尺的海沙坡啊，加在落尾手是顺利有甲因救起来。即马这风台是愈来愈靠近台湾。林波署讲，伫咧极端的情形之下，雨量到时若落了伤大，甲800毫米的程度，这马达暗溪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崩山湖。目前伫咧水尾的庄仔头，包括光复乡、凤林乡、甲万荣乡，拢已经有先做准备，随时会当甲民众疏开。那其他的县市嘛，拢为风台来提早来做准备。看风台渐渐挖近花莲光复乡的居民唔敢大意，那伫主题门口放沙包，国有洪水利啊，惊顶一届的一楼事件搁再发生。你看我们有的家里都整理好了啊。现在如果再一次，那我们东西呢，不是又泡汤了？如果红色警戒，一定就是说已经停班停课了，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来撤离工作。因为未来几天落雨预报达到黄色警戒，林波署花莲分署已经请花莲县政府光复凤林万荣乡公所量早进行预防疏散撤离。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公布未来几天的累积降雨量来看。金邦的无雨情形，若是雨量达到800毫米，马大岸溪可能出现新的崩塌，形成新的崩山湖。极端的情况之下，预测淹塞湖会发生的状况，雨量的水会下来之外，可能在上游会形成新的淹塞湖。我们预估的最大水量大概是1500万吨。高雄南行，台东各地农民心境变真暗，惊风台一来拢去了，经抢修切啊甲金蕉。相关农民间接的损失，但是如果台风一来，损失更大，所以农民2选1就是抢割。嘉义布袋观光渔船业者调集白所固定，嘉义渔钓百年古厝，顶一届风台侵袭修理一半，今仔这届风台来有大损害。即摆做法，咱小可有改一个看，动一动的过。还有工人提早拆除渔钓渔稳那边仔的铁丝仓库。你无拆伊这已经洗过界啊，那还要下来新北新店饮秀社区顶届大雨挡土墙放弃，趁风台要来进前，紧对山坪喷红毛土固定。家人背搭游艇码头，真侪游艇唔是刷在路面，就是加把几条索固定。把这些缆绳全部固定好，然后防止那些船体是碰撞，然后造成损坏。因应风台，各地拢加强防范，唔望甲风台速度来影响降到最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运动走表是真健康，不过提醒乡亲嘛爱评估家己身体状况。第14届电中马拉松今仔日透早起过，今年有16000多人参加。不过其中有一个62岁的查甫人，早早的说是熊全的温热，无喘气、无心跳。现场的民众甲消防人员是赶紧到抢救，加在落尾手有甲救倒转来。救护车赶路，沿途走人拢赶紧闪。2025台湾米仓电中马拉松，车到透早6点外开始，一参加10公里健跑组的62岁姓张的查甫人，走到电中镇建国路、甲大社路一段交叉路口时阵，熊软咕咕倒伫涂骹，马上有人通报消防队个 CPR 抢救。跑者忽然倒下。然后有没有人去救援还是怎么样？有，那个跑者很多都热心停下来那个帮忙。第
电动马拉松会2012年开始办，今年有16000多人参加，分做42公里全马组、21公里半马组、加10公里健跑组，用真高地方特色甲沿途补给站出名。中华电动消防分队8点58分接到通报救护车到场的时阵，现场10人已经乌卡，接手 CPR 加 AED 电击，才成功恢复心跳。那我们点钟911到现场后啊，现场有民众在实施 CPR 处置啊，那由我们救护人员来接手，那给予 CPR、AED 还有给氧处置后啊，那患者有恢复意识。患者送电中前后病院急救，初步检判是急性心脏问题，然后转送小团病院治疗，目前意识清楚，情形稳定。主办单位表示，走的人若热身无够，或者是运动量伤过大，都可能昏倒。建议运动唔通伤过头，才袂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伫南投埔里的虎头山，伫遮是真出名飞飞行线的所在。昨昏有2个人可能是飞了伤远，这线却是颠掉的，怎烧落落落树哪，加在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 2个飞行线伫空中直飞，啊，毋过飞的却烧弄颠做火，落落树丛。南投县埔里镇出名的飞行线圣地虎头山，初八尾晚有民众看到意外发生的时阵，将影片打伫个面册，引起讨论。我们昨天的气流并不是很好。那香港的学员跟我们台湾的一位飞伞员在山边做盘旋的时候，学员的部分并没有注意到就是伞的距离跟高度，所以才造成这个事件。 那当下回报人员并没有受伤，也没有失联。虎头山海拔差不多600公尺，会当看规个玻璃盆地，一年四季气流稳定，互人当作是全台湾真少数适合飞飞行线的活动场所。当地飞行线业者是讲已经经营真久啊，不过南投县政府去年根据体育署函定飞行线运动无得到许可，捌停飞。今年2月已经搁得到合法经营资格。业者是讲当时是一个香港来学员，甲一个台湾人伫山边飞，迄天气流无强。 双方无注意，离远远甲关度唔再烧弄，线挂伫树顶，透过无线电通报无受伤，家己回收线锯转来，所以无通报。那第一时间有用无线电安全回报业者，也自行返回飞行场，所以该事件没有任何重大伤亡发生。如果尔后有重大伤亡事件，我们也要求业者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通报。 南投县教育处表示，体育署伫2022年有订定无动力飞行运动，也甲伊的经营管理办法，规定有重大伤亡事件爱伫3点前来通报。初八意外因为无伤亡，所以无违规。不过也是希望业者会当主动通报，才通掌握消息。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那讲到北加奖，伫咧嘉义这个所在，上佳雅的时期上济捌有30个嘉奖堂，所以嘉义遮芒复红或者是嘉奖区。 今年2025年，团艺中心伫咧嘉义举办顶头艺术文化活动。这一届有为全国各地来的20外个家长团做伙来参加，希望透过采价、甲体验等等的活动，互民众更加了解家长的文化。北家奖是家奖观众秀顶顶的顶头家奖，在时也伫嘉义市地中央陆续来拜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的顶头艺术文化展演，高达已经第5届。 头摆来到有家长区名号的嘉义市来举办，希望呢，透过呢中央、地方的一起协力，官方、民间的一起合作，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具有草根性，也最具有独特性的这个神将的文化、信仰的文化，它把它的艺术价值能够彰显出来。活动的第一天，各地首长团都为嘉义市地中央出发，去到嘉义市城隍庙了后，再过来到活动现场的嘉义市文创园区，参与的顶头奖团拢表示。 透过这种活动，我们也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嘛，后面就会当入捌家长文化的丰富甲多元。这个很难得，很难得，咱有在邀请全省各地这优质团体来作为来咱家己共襄盛举，一起来推动发扬这家长文化。咱发扬出去吼，大家较会一寡较清楚咱淡江一寡的家长的文化，袂使讲。 看到就是拢，到尾拢啥，迄个嘉义啦、台南遮的北家奖是家奖这个系统安尼尔啦。活动除了采价以外，下晡时啊，伫嘉义市的文创园区内底，阁有家长文化的体验活动，甲奖团定化的演出，请真侪民众到现场来参加。蔡天林表示，希望透过这连续2天的活动，互民众会当亲身感受家长文化的艺术价值以外，嘛会当互社会对家长有新的看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英国庙的平日六日，拢会当直接看到家将的顶头。不过，即马对时代演变，即马已经慢慢正做文化的推广，或者是表演艺术。实在讲，现此时要维持一个家将堂，嘛愈来愈困难。所以即马因会透过去学校开课、办活动推广，加上新的创意，希望让大家会当了解家将的文化，而且有兴趣来学，卖互即个特殊的文化可以失传去。 手提开新兴具，脚踏草下，一个手势，一个脚步内底转转美角，这是上有台湾味的家将文化。对原本传统的庙会顶头，现在已经正做走向国际表演艺术。老将卡甲家将的精神传给少年辈，少年的接手换头加入创意，用新时代做法，带大家认识什么是家将。 创新的部分来讲的话，不外乎现在都是一些比如社群团体，好，那我们也很积极的参加一些，比如说舞台上的一个表演，包括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舞台上的一个算表演，算一个传承的过程。讲传说中啊，我是不老将魂，我就以我传统的元素来底设计一套是什么不倒将魂，以不倒翁的形体下去做设计啊。我有一套，我今年我嘛有推荐那个。 面巾、运动毛巾啊，用来让做这些文创。无论是文创商品，还是参加艺文展演，拢是为着要互家将文化永续发展。文书工作者讲，民国80年代都市化、少子化，佮加上外界认为歹囝才会去跳北家将，无人要学，或者侪家将老馆拢当着倒馆危机。高雄吉善堂都是其中之一。 后来因积极参加艺文展演，而且佮甲学校直接，互大家豆豆接受，最后加入家将的行列。幼儿园的小孩子，甲咱这届嘛是课程搁咧进行当中。2025年这个中山大学的课程，我内底有博士生，所以伫学龄前甲博士生，咱有这个全人的教育，我嘛是感觉讲，好险当初啦，咱主公有来同意讲咱做这件代志，咱有甲这个物件。 撒出去，嘛，因为这个课程，咱有一寡新生也加入。即阵伫吉信堂有4位国小学生来学跳北家将，长期研究家将文化李佩如讲，要推广家将文化，首先爱互人了解，人才有法度知影这个文化的好甲水。甲中山大学合作的课程都是上好根本。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家己综合报道。讲到落水溪是咱台湾真重要灌溉水源，中华溪州伫咧落水溪的水尾。 伫遮会饮水来饮餐，养饲真侪人。作家吴成伫咧溪州遮大汉的，伊会写诗来呈现田庄朴实的生活。即卖有剧团改编伊的作品《落水溪的囡仔》，用台语的诗歌、音乐，也有舞蹈的演出，要来讲出咱台湾农村的故事。热天啊，挂伫我墘，稳重的下切啊定，是一个惊遐人的运动定。 改编作家吴成的诗作《拍七甲亭》，讲的是做事人拍七甲时上惊落西北雨。剧团用趣味歌生动的表演，互看戏的人感受田庄的生活。家己的梦想，其实我嘛是想要买一个地，阮有一个地，我会当来种，其实就是种树啊，就是呼应吴胜老师伊即个想法。 真感动，伊用文学的方式，佮加上舞蹈的方式，带咱足容易、足简单就会当入来一个环境内面。落水溪是台湾重要的灌溉水源，伫水尾的彰化县溪州乡引水灌溉出产济丰富的物产。本身就是溪州人的作家吴成，用诗作描写出台湾的农村生活、社会变迁甲对环境的关怀。到剧团改编吴成的作品，推出台语诗歌、舞蹈表演《落水溪囡仔》。 因为我们就是热爱自然，所以我们很希望说观众跟我们一起感受这个自然。所以的确，他在设计脚本的时候，空间也是一个表演者。这个上特别就是我甲自然舞蹈团体，因做伙伫遮演出，甲诗、甲歌，佮有戏剧，拢搬来这个田园。因为我自细汉就对阮是大人，伫这片田园咧种植，所以这片田园、这片土地，我的感情非常的深。 2001年，吴成伫家己家的田园种大约3000丛的台湾原生种树仔，这边的台语诗歌表演就选伫遮演出，观众轻松坐点涂骹看戏，嘛当对着舞者的脚步行伫树林，感受台语诗歌甲田庄土地故事。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
明仔天气写款，咱来看各地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9度至26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 AM 新闻，稍等一下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我是丹尼，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